有环保团体质疑高雄市的小肥湖扣水池公园变更植物用地案，市政府独立财团甲公园的用地变作是建地，土地价值是平赔。早起高雄市的副市长是强调讲，绝对无道理这款代志哦，未来开发买来排除财团。反对土地财团！反对土地财团！拄到高雄市长陈其迈面壳啊，应景打扮真济圣诞老公公，送予财团10倍道理大礼包。环保团体所演的剧情是咧考试高雄市小肥湖地方公园变更这份连开用地案件，敢若是道理财团。财团取得的成本只有6.5万每平到12.3万。 但是只要它变更之后，它可以暴涨到每平50万，它的容积可以从45提升到300。环保团体担心，小肥湖地方公园若是变更真济建地，将无法度兼顾排防加防灾功能。那开发了，可能会造成当地周边饮水的情形。希望这件案件就会撤案，依照警官地方需求重新开发，严格伫咧地方要支持的声音。看着澄清棒球场从新建 到没落，到好不容易捷运黄线要新建，有机会可以透过政府主导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让它有一些新的生命跟机会。都市计划委员会伫早起点国都署审查这件案件，陈进人各自表达立场了，就以闭门会议伫咧进行。高雄市副市长林庆莹伫咧会议上再一遍强调，无道理财团，绝非他们所说的有跟什么任何财团。我也要求捷运局要清查，在这2块地区里面，合计1公顷是以国公有为主，如果是有私有地，都是自然人，这个一定要做到。如果有财团的，就一律排除。林庆莹要求这份调查清楚，也讲这件案件基地并无饮水监视地区。 周边的饮水监视地区是计划区东边500公尺的中正路2边。经过顶一遍的初审了，已经甲委员甲公民团体意见拢纳入修改。伫目前初稿进程，会议也搁伫咧进行。记者综合报道。